确诊的海啸就要到位啊！台北市长郭文提讲，若是伫个无任何作为的前提之下，安尼到后个月5月初7，台北市一天确诊的人数就会超过1万人。郭市长讲，若是有必要，可能会软性封城，讲后礼拜是关键。也毋过专家甲医师讲，莫安尼卡袂着，就讲要封城，安尼会造成人民的惊恐。应该就爱先来想办法，甲这个确诊的人数甲降落来，而且爱来扩充着医疗的量能，这才是决战的上关键。今年5月，不管平常时、休困日或者是任何时间，行路拢无人，三级警戒互规城市拢静落来，无法度出门的无方便，大家要真有记忆。已经过1年，台湾即摆面对逐天的确诊人数会一直增加。台北市估计后个月18号一天确诊的人数就会飙到50万例。市长郭文铁预告可能软封城，做法要来讨论，不过大家拢已经开始烦恼。动不动就提到封城这2个字，大家可能会比较惊慌。可是我觉得其实意义都一样了，就比方说，你就小学生停课，停课个3周，缓一下哦，或是餐厅营业到8点就好。专家估算，台湾疫情的高峰大概伫6月初到6月中会是上悬。台大儿童病院院长嘛认为，爱先增加医疗量能较重要。重症跟死亡其实都是反映1到2周前所发生的人，所以我们要预先准备，就是要让。最好在北中南呢各有一个，比如说专责医院。那万一哪一个区域的病人太多，当地的医院负担不了的时候，可以送到专责医院去。不过，儿童急诊科主任王胜如伫面册发文章，佮打出伫昨暗时有真侪发烧，佮有呼吸道疾病囡仔已经到病院来体检。所以真支持可批的软性封城，而且伊嘛希望会使到小学生拢注完第1剂疫苗。若无到时阵，医疗和公卫的量能真紧就会放弃。这是伫新冠疫情上严重进程的儿童科急诊日常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